當地時間3月27日深夜，英國皇室宣布了一個引發擔憂的消息：查爾斯國王被送進了醫院，進而不得不取消他已經計劃好參加的一系列的活動。據報道稱，現年76歲的英國國王是27日下午前往醫院就診的，情況多少有些緊急，不過目前已返回克拉倫斯宮，也就是他和卡米拉生活的地方。自從已故的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搬離白金漢宮之後，那裡不再有皇室成員居住。白金漢宮發言人表示，今天上午，國王接受了癌症預定的持續治療，治療後出現了暫時的副作用，需要在醫院進行短時間的觀察。兩時，陛下下午的約定被推遲了，陛下現已返回克拉倫斯王府。作為預防措施，根據醫生的建議，明天的計劃也將重新安排。國王陛下向所有因此而感到不便或失望的人們表示歉意。發言人的說法被知情人士進一步證實，他們稱國王之所以匆忙前往倫敦診所就診，是因為身體出現了不適。不過卡米拉並沒有陪同他一起去醫院，儘管宮殿方面不會透露副作用的具體細節，但據稱這種副作用對於癌症患者來說並不罕見。據稱查爾斯回到克拉倫斯宮後，狀態良好。晚間繼續處理國家文件，並在書房打電話。儘管白金漢宮方面強調稱，查爾斯是被皇室的車輛送到醫院的，而不是被救護車送去的，但這似乎無法打消英國民眾的擔憂情緒。畢竟他已經很年邁，而且即便是看上去情況穩定了，患癌後也是充滿很多不確定性的。查爾斯的抗癌之旅始於去年1月，在他透露需要接受前列腺肥大矯正手術之後，此後不久凱特王妃也在接受腹部手術後被查出癌症，隨後公公兒媳兩個人都開始了各自的癌症治療。不同的是，查爾斯雖然需要治療，卻也能夠露面參加活動，但凱特卻始終避而不見，進而引發了很多的陰謀論。但在大半年之後，凱特宣布完成了治療，但查爾斯的治療仍在繼續。按照英國媒體的說法，國王本人一直熱衷於盡可能公開他的診斷結果，同時保留醫療隱私，並熱衷於以開放和透明的精神分享最新消息。他從未公布自己患的是何種癌症，卻也時不時地就會更新自己的治療情況。據悉，查爾斯取消的活動包括接受來自3個不同國家的大使遞交的國書，原定27日下午進行；到伯明翰參加4項公眾活動，原定28日進行。而查爾斯之所以這麼晚才宣布這一消息，是因為國王需要時間與他的工作人員和醫療團隊協商明天的活動是否應按計劃進行。作為預防措施，為了保護陛下的繼續康復，大家決定總體上推遲明天的約定是更明智的。但據稱4月出訪意大利的行程目前仍未改變。2025年3月27日深夜，倫敦診所的燈光照亮了皇室粉絲們的不眠夜。76歲的查爾斯國王因癌症治療的不良反應被緊急送醫，原定公務全數推遲。這已是老爺子自去年確診以來的第3次健康危機。而白金漢宮那句陛下狀態良好的官方說辭，在民眾眼裏早就像反覆加熱的隔夜茶，既沒新意又失了溫度。當年伊麗莎白女王那句永不抱怨、永不解釋的早瞓，如今成了皇室應對健康風波的萬能擋箭牌。可面對查爾斯日漸憔悴的面容和凱特王妃消失的8個月，食瓜群眾還能買賬多久？事情要從27日中午說起。查爾斯按計劃接受了常規抗癌治療，不料幾小時後突發嚴重不適，皇室車隊一路飛馳將他送進倫敦診所。
留下克拉倫斯宮的書桌上還攤着未簽完的公文。儘管發言人強調只是預防性觀察，但網友從細節裡湊出了不尋常。卡米拉罕見地沒陪丈夫就醫，醫療團隊連夜調整治療方案，甚至搬出了治療副作用對癌症患者很常見這種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的萬能解釋。有眼尖的民眾翻出2年前查爾斯訪問澳大利亞時的影像對比，發現他握手時的力度從能捏碎核桃變成了握棉花，連標誌性的紅領巾都係得歪歪扭扭。要說皇室在健康問題上玩文字遊戲，那真是祖傳的手藝活。去年凱特王妃腹部手術意外查出癌症時，肯辛頓宮硬是拖到化療結束才鬆口，期間任憑陰謀論把王妃克隆人都編出來了。可查爾斯偏要走親民路線，確診前裂腺癌後堅持公開治療進展，結果現在每進一次醫院，民調支持率就跟着心電圖一起抖3抖。醫療團隊私下吐槽，這位骨老頭把病房當辦公室，掛着點滴還要視頻聽內閣彙報。有次化療剛結束就讓着要出席花園派對，嚇得主治醫師差點把鎮靜劑當下午茶端上來。靈媒預言的翻車現場更添戲劇性。爸爸萬家生前信誓旦旦說查爾斯能活成100歲人歲，如今網友卻在評論區集體玩梗，建議預言家們先給自己算工傷賠償，要不讓老爺子試試中醫調理，連帶着他關於2025年歐洲動盪的預測都遭群咒。查爾斯這場病倒是真把英倫3島搞得人心惶惶，不過要說最坐立難安的，恐怕是卡米拉皇后。這位曾經的第三者，如今全憑丈夫寵愛穩坐後位。要是查爾斯真有3長2短，威廉王子會不會秋後算賬？皇室觀察家發現，最近卡米拉出席活動時，連對威廉家的3娃笑得都比往常燦爛3分。夜幕下的克拉倫斯宮，查爾斯書房的台燈依然亮着。醫療團隊新開的藥瓶旁，對着明日要批閱的加金文件，窗外的海棠花開得沒心沒肺。這場與死神的拉鋸戰裡，沒有皇冠能擋住化療的副作用，也沒有權勢能撥快康復的時鐘。當超長待機的祝福變成甜蜜詛咒，也許這位古希國王終於懂了母親當年那句責任重於泰山的真正重量。只是不知道他顫抖的筆尖，還能在公文上簽多久的查爾斯 3月27日，白金漢宮突然宣布，查爾斯國王的健康出了問題，老爺子因癌症治療的副作用被送醫觀察，目前正在克拉倫斯宮休養，近期的公務活動也暫時取消。消息一出，食瓜群眾們紛紛感慨，這屆皇室的成員有的忙了。自從去年確診癌症後，查爾斯國王的抗癌就打得不太順利。雖然短暫恢復過公務，但副作用顯然比想象中更難纏。據內部人士透露，老爺子多次想溜出去參加活動，結果被醫生無情按住。畢竟健康第一，國王也得乖乖聽醫囑。卡米拉的職場危機。風光背後有壓力，這邊查爾斯休養時，那邊卡米拉皇后可沒閒着，近期頻頻亮相，努力撐起皇室的營業 KPI。外部英國媒體也悄悄議論，如果查爾斯長期休養，卡米拉的皇后光環會不會打折？畢竟她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依附於國王的支持，但別忘了。卡米拉可是從皇室爭議人物一路逆襲的狠角色，沒準會還能再刷一波存在感呢。威廉隱形加班中的準國王，相比之下，威廉王子最近的存在感簡直拉滿。隨着老爸健康告急，威廉的公務量肉眼可見地增加，從環保議題到國際訪問，忙得腳不沾地。網友調侃：這哪是王子？
分明是實習過皇家班模式。也有皇室觀察員分析，如果查爾斯需要長期休養，威廉接棒可能比預期更快，只是到時候他和繼母卡米拉的權力平衡會不會有暗流衝動。官方聲明一如既往的皇室朦朧美白金漢貢迪聲明依舊保持皇室祖傳朦朧風，訂情細節會有復工時間外定，但網友們早已腦補出一部宮鬥劇。